好，我係 Tony，我係金章持有人，而家係警察執行處嘅行動及訓練主任，主要負責 AYP 嘅訓練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係馬輝 Sir，咁我係警察執行處嘅舊職員，而家就係警察執行處嘅導師。咁我加入 AYP 已經計埋今年2026年啦，係 AYP 嘅65週年啦，已經有10年啦。咁我加入 AYP 係2016年嘅時候啦，透過參加我哋嘅野外鍛鍊科，由 JPC 嘅職員推介咗俾我。咁就當其時，馬輝 Sir 就係我嘅一個負責嘅導師啦，亦係見證住我由銅章下到銀章，再嚟到金章，成為咗我嘅 supervisor。見證住同埋陪伴住你一路以嚟嘅歷程。其實我喺 AYP 入邊咧做咗導師都一段時間㗎啦。咁除咗阿 Tony 所講啦，佢係我嘅學生啦，到而家調翻轉頭啦，佢係呢度嘅職員，而我個係個導師。咁我哋而家經常咧都會有合作啊、見面嘅機會嚇。所以喺呢段時間咧，我係睇到佢嘅成長嚇，甚至乎佢帶出嚟嘅學生嘅成長，我亦都睇到。咁我亦都希望佢將佢嘅經驗帶俾而家將來嘅學生。另一個薪火相傳或者傳承嘅作用，俾而家嘅青少年。我睇到你參加呢個團隊嘅時候咧，喂，好唔中意出聲，好靜嘅，只係默默企埋一邊啊，或者大家一齊做嘢嘅時候咧，係唔出聲嘅。到而家你而家獨當一面啦，成為呢度嘅職員，同以前你金章嘅時候嗰個學生同而家相比，完全判若兩人。所以呢個除咗希望係你有一個成長之外，我亦都將你呢個咁嘅經驗話翻俾將來嘅學員知。我哋其實明白到青少年喺玩 AYP 入邊咧嗰啲困難，所以我哋作為一個導師啊或者職員，真係要互相配合，知道佢嘅難處，我哋點樣去同佢協調。馬輝 Sir 講到啦，我嘅成長啦，咁其實我回憶翻，特別係銅章銀章嘅時候，我相對孤僻啲嘅。我當時係相對叫做內向少少啦，可能到金章嘅時候，我都可以慢慢走出我嘅舒適圈。咁我喺金章嘅時候，野外鍛鍊科我作為一個小組嘅隊長，咁我應該要肩負起嘅責任，同埋點去帶領我嘅同學、帶領我嘅組員去一齊完成大家金章呢個夢，一齊行好呢段路。我覺得好有意義嘅就係 AYP 俾咗一個平台俾我去嘗試、去挑戰。咁我都好希望唔同嘅年輕人透過參與 AYP 咁有意義嘅活動，走出自己嘅舒適圈，行入社群入邊，行入我哋團隊入邊。我覺得呢個年輕人係最需要去珍視嘅一個機會。咁好記得嘅一次就係話佢當時考金章野外鍛鍊科嘅時候咧，佢喺其中一日係生日嚟嘅。咁我哋嘅職員包括佢嘅團員都一齊夾份夾腳，喺唔通知佢嘅情況之下咧，特登買個生日蛋糕同佢慶祝當日嘅生日。大家可能試諗下啦，4日3夜金章 assessment， 當時喺大嶼山入邊，其中一日咁啱係我生日啦。咁當其時咧，其實天氣好差嘅，咁啊要研究下聽日嘅路。咁啊導師就借啲耳話，我哋一齊去傾下聽日啲行程啦，同埋 review 下呢幾日嘅一啲心路歷程。咁我以為有啲好嚴重、好莊重嘅一啲模式啦，要去 present 分享下，同埋講下大家嘅準備。咁突然間佢哋成個蛋糕咁拎出嚟嘅時候，未聽到咪見到蛋糕啦，已經聽到大家喺度唱緊生日歌。咁當時嗰刻係好開心啦，好感動啦。咁同時間其實行金章4日3夜真係辛苦嘅、攰嘅。咁不過有你哋喺途中有一個咁驚喜、咁 surprise 俾到我，咁其實一個好難忘嘅旅程入邊，喺攰之中啦，冇話痛苦啦，帶一點甜，嗰個甜亦都係滋潤到我啦。我覺得帶多個咁美好、咁珍貴嘅回憶俾到啲學生咧，都係好感動嘅。咁其實我好希望都成為好似馬輝 Sir 一樣咁嘅導師啦。咁好似我而家都繼續咁增值自己，學唔同嘅嘢。咁可能我而家最新學緊無人機，都係時代嘅一個趨勢啦。都希望透過嘗試學習唔同嘅嘢，好似你咁分享多啲俾身邊嘅朋友仔又好，我啲學員都好，可以令到佢知道出邊多啲世界係啲乜嘢。咁其實好多時候，我而家同學生分享嘅一啲知識啦、理念啦，其實多多少少都係歸功於我當年同馬輝 Sir 學習，言傳身教，薪火相傳。我都好希望大家可以做到呢樣嘢，就係將自己考 AYP 過程入邊嘅啲心路歷程多啲分享出去，感染同埋鼓勵多更加多身邊熱血嘅年輕人加入我哋嘅行列入邊。咁講到薪火相傳啦，馬輝 Sir，我覺得咁就由 DEA
再變到而家 AYP，咁你見證住一代又一代年輕人嘅成長，點解可以有啲咩令到你持之以恆去投入呢個青年工作呢？首先咧，細個嘅時候我都係由民安隊開始玩起嘅。咁喺民安隊入邊所牽涉到嘅學到嘅知識，其實喺 AYP 入邊咧係可以做到呢幾樣嘢嘅。咁其後之後哇，我去到玩咗咁耐啦，直至到做埋導師啦。咁我亦都希望將我嘅經驗分享俾而家嘅年青人，希望就話我哋身為一個職員或者一個導師，能夠同佢哋啲學生做一個平衡，攞個協調，點樣能夠用 AYP 佢又能夠符合到佢哋嘅學業，亦都能夠幫到佢嘅成長。因為呢個 AYP 入邊所牽涉到，除咗佢嘅技能啊之類之外，另外可以發揮到佢哋嘅團隊精神、溝通能力、應變能力，呢幾樣嘢對於佢哋將來嚟講出嚟社會係好有作用嘅。所以我點解話喂，由細到而家，直至到而家都依然會係堅持做 AYP 嘅工作，係其中一個原因。AYP 65週年生日快樂！